早餐又唔想點外賣，自己整咧又唔知點樣搭配營養。今日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幾種營養豆漿嘅做法，一個禮拜7日咧都唔重樣嘅，以後食早餐咧就唔使諗得咁辛苦啦。尤其係最後一種，各位姐姐一定要收藏起身啦。第一種咧又被稱為國宴豆漿，齋聽個名就知唔簡單噶啦。我哋先準備30克嘅黃豆同埋15克嘅大米，加咗米之後咧，啲豆漿飲起身更加香、更加滑溜一啲嘅。再加上10克嘅小米、10克嘅紅皮花生，全部清洗乾淨之後咧，抌入破壁機入邊。再加翻10克嘅冰糖同埋600毫升嘅清水，直接撳豆漿模式等翻佢35分鐘咧，咁就得啦。飲落去細膩香甜，豆香味又濃郁，早上飲翻杯啊，成個人充滿活力。跟住落嚟咧就係呢個清涼解暑嘅綠豆豆漿啦。先準備20克嘅綠豆同埋8克去咗心嘅蓮子，咁樣煮出嚟嘅豆漿咧就唔會有苦味啦。再加翻3克嘅百合，多翻少少清甜味。再加翻15克嘅小米，同樣都係清洗乾淨之後咧，直接放入破壁機入邊。我用緊嘅呢個破壁機咧，佢係有智能控溫系統嘅，足足1000毫升嘅容量，一家人都夠晒飲噶啦。咁佢嘅內膽同埋刀片咧都係304不鏽鋼嘅，而且佢個刀頭咧係好夠力嘅，比普通嘅破壁機打出嚟咧更加絲滑，仲自帶埋呢個隔音罩，咁就唔使驚嘈到屋企人啦。佢嘅功能咧都好多噶，唔單止可以打頭漿啦、打米糊、打副食、打果汁，通通都冇問題嘅。再加翻10克嘅冰糖同埋600毫升嘅清水，直接撳豆漿模式打翻佢35分鐘。夏天冇胃口嘅時候咧，整翻杯清涼解暑，仲可以幫身體補充營養。第三種3克豆漿對我哋啲頭髮咧係好好嘅。先準備20克嘅黑豆，黑豆入邊有好豐富嘅蛋白質同維生素，平時咧我都會用嚟煲湯嘅，對身體係好好嘅。再加翻10克嘅黑米、20克嘅黑芝麻同埋5粒合桃，洗乾淨之後咧放入破壁機入邊，加翻少少冰糖同埋600毫升嘅清水，撳豆漿模式打翻佢30分鐘，咁就得啦。經常熬夜啊、用腦過多嘅朋友咧，可以收藏起身啦，又可以補充營養，又可以緩解疲勞。第4種花生核桃豆漿，屋企細路仔讀書用腦多嘅話咧，呢個就啱晒噶啦。準備20克嘅黃豆、2粒核桃、小米、10克嘅冰糖同埋600毫升嘅清水，洗乾淨之後咧放入破壁機入邊，用豆漿模式打翻佢30分鐘。呢個豆漿咧含有好豐富嘅蛋白質同埋好多營養嘅，細路仔飲完之後咧活力十足，讀書咧都精神好多。第5種係減脂豆漿，中意運動嘅朋友仔咧一定要睇好啦。先準備15克嘅黃豆、15克嘅小米同埋10克嘅燕麥，再加翻少少冰糖同埋400毫升嘅清水。燕麥入邊咧有好多嘅膳食纖維，咁飲完之後咧飽腹感好強，自然咧就食少好多其他垃圾嘢啦。全部洗乾淨之後咧放入破壁機入邊，同樣都係揀豆漿模式。運動前後咧都可以整翻杯，又可以補充能量，又唔使擔心熱量太高。最後呢個咧就係5紅豆漿啦，我哋啲女性朋友咧可以經常整嚟飲嘅。準備30克嘅紅皮花生、30克嘅紅豆同埋10克去咗核嘅紅棗，再加翻10克嘅紅枸杞、少少紅糖同埋600毫升嘅清水，洗乾淨之後咧放入破壁機入邊，撳豆漿模式就得啦。每日飲翻杯咧，啲氣息會越嚟越好嘅，電網都慳翻唔少啊！學識咗呢啲豆漿嘅做法咧，就唔使再去出面買啦。每日喺屋企換住花樣嚟飲，營養又健康。大家一定要去試一試，操作咧簡單又方便。最後咧，唔好唔記得點翻讚，加翻個關注啦！